公子，郡主真的跟安乐公主回府了。郡主与殿下许久未见，想必应有很多话想说吧。但是我听说安乐公主把门客全都叫到府里去了。公子当心着凉啊！这是姐姐特别为你准备的欢乐单身宴，这几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今天想听什么看什么随便挑。这怎么挑啊？说的也是，不如姐姐替画画介绍2位公子吧。啊，这位是张公子，这张脸就算是看上100年都不会觉得厌。你老实说，不比伯爷逊色吧？这位姑娘，这是王公子。公子啊，王公子跟画画可有的聊了，他可是京城名旦呢。画画有何想听的曲子，都可以叫他给你唱上一段。啊，如果不知道怎么选，不如就展示一下。啊！公主放心吧，我等定会好生招待郡主。放心吧，放心。别姐姐，我都是定了亲的人了。哎，这位公子，有话说话，靠这么近做什么？若没记错，今日我可没请程安伯来吧？公主，是容某冒昧了，只是凑巧路过府外，见春之烂漫，便临时决定入府看看风景。看风景，看风景，你还拎着2桶水。公主误会了，在下只是见诸位君子逼近，以为是要图谋不轨，方才泼水驱赶的。画画，我带你恢复更衣。今日有些不便，画画改日再来。还来？走。哎，冷飕飕的，怎么回去？伯爷是当我这公主府里没衣服穿了吗？画画，若是穿了公主的衣服，怕是难担僭越之罪。本公主的府邸里啊，本公主说了算。伯爷说的有道理，班府也不远，就不麻烦姐姐了。傻丫头，别说话，我这是在帮你呢。帮？难道你就不想看程安伯吃醋的样子吗？画画，走吧。其实，在这府中换洗，好像也不是不可以。就是啊，我这府里啊，不仅有千百华服，更是有人伺候画画更衣。哎，我来伺候。不，我来伺候，我来。不必了，郡主自小只用定做的绿茶皂，在外不习惯，还是回府的好。偶尔换换味道，也挺好。画画。这府中并无人熟知画画用的水温，若是着凉了怎么办？若是烫着了又怎么办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难不成是画画回家了，伯爷要亲自帮他洗不成？姐姐，你这说什么呢？公主，这玩笑开得未免也太过了。我们兄弟可是京城第1等的温柔，郡主安心享受便是啊。对呀，我们可是非常温柔啊。若是程安伯不愿替画画梳洗呢，我这府里呀，有的是人愿意。我洗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程安伯可不要食言哦。
回府。